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丁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这集是151集，咱搁要读一个感情人写的小说啊，这嘛是一个女性写的，有这 Mrs. Wharton 沃尔顿夫人啊，这部书之前应该捌读过吧？因为我知影这个名啊，文章我无读过。又或者安乐家、安乐家，这你看名可能译不出来吧？这我迄阵看的时，我嘛无真清楚到底是咧讲啥，无读内容啦。对啊，我看这名，我想讲是台湾人写的啥？伊迄翻了像台语啊，就是讲伊本来的名是 Christie's Old Organ， 是一个人名，有一个真老的迄个 organ 或者啥管风琴吧？对，风琴啦。但是这风琴毋是咱一般迄个遐尼高级的啦，伊是迄个山下人去讨食，但外口用手安尼，哇，转啊，嘿，转迄种读转吼，就转来转去，迄就出声，啊，看你可怜，互你钱，所以这故事算非常悲伤啦。咱这个读的部分，有影有够悲伤诶，大家准备啊，迄个。这是1875年的出版啦，差不多无到10年，就有美国来宣教书，甲翻做汉字，在上海就出版啦，过无几年日本嘛出版啦，所以看起来这真受到欢迎吧，可能迄个年代人嘛艰苦，看这个故事，较有感觉啦，咱台湾出版是1890年。台南出版，伊个写讲台南的白话，所以我一想看这个，我会感觉是讲，这是毋代表咱台南的台语已经甲中国无啥共款啦，所以特别另外个写一摆，较我讲的音啦，较我讲的音较无，古早若遐宣教书来拢翻做较偏传的音啦，要把迄个圣经嘛，拢翻做较偏传的音。所以这偏将的音变做真特别了呢。你是不是像迄个什么迄个有当时我看拢写话嘛，这是怎啊转的差别吗？比如讲文典甲音典啦哈，你讲文典迄个较偏转啦，恩典哦，音典就较偏将啦。这有别个读法咯，我想这文典呀。无你看，你听较早迄个高祖明牧师要伫咧时，伊拢嘛晚上伫音典伊拢读音典啦。安尼人伊正台南腔啊。安尼哦，咱即马到底是什么腔啊？咱已经变台湾，我南去啊。所以咱毋是唱嘛，毋是转的嘛，咱就变成台湾家己的腔口了，对啊。对啦。不过我有当时看迄个手机啊，也找出什么闽南语啊，迄个我拢听无啥有啊。有诶，敢若什么马来西亚遐诶，嘛就无共款诶。总是这个版本照你讲是，咱应该读了较好读啦。这中南部腔啦。对，我有小可较正一个，所以应该故事就好对了。我是有看到人介绍讲，这个到即嘛还有在出版诶。英文版的嘿，伊迄阵是安怎会遮尔济来遮的宣教书，因拢认真地翻译啊。其实毋那这我佫有足济，我若有整理完，咱再来读。因来真紧的发现讲啊，对迄个老人啊，还是讲或社青啊，出社会即款的，要宣教伤过困难啦。想来想去，就是对儿童啊。对儿童宣教较有机会啦，所以真紧就有大部分的教会拢有主日学。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啊，我嘛无要求爱读 UDN 啊，看有个什么天主教的学校有尔。所以我咧想这更有关系啦。儿童是绝对看无啦，但就是讲变成主流的老师读了，伊会使讲互囡仔听啦，差不多这个感觉啦。牧师有啥物补充的吗？无咧，我迄个看到讲用台南腔来翻译，我看了足趣味诶。安尼吼，我想讲即本我无读完，
我读到一个所在，我感觉伤过悲惨嘛。我就想讲我来想来看别个物件好啊。尾啊，所以这就跟后一集有关系。阮当咧一个所在，那以我看，我是感觉无希望啦。对，遮尔善车囡仔啊个故事，我是也无看到什么希望。无叔，你感觉敢有希望？尾啊，敢有什么机会得到救？尾啊，就是宣教师介入啊，社会上啊，社会诶，迄个福利机构介入啊。迄个年代，若拢无咧，知无啦？迄个年代嘛，无啥有即款的意识啦。对啊，你若社会国家嘅赛车，即款意识。哎呀，真侪国家即嘛个是安尼呢。就是社会对囡仔，你像咱较早即个，咱台湾有个 CCF 啊，即嘛叫政府收去做啊。迄拢咧照顾一寡迄单亲的家庭啊。什么是 CCF？ CCF 哦，你毋捌 CCF？CCF 迄是咧顾单亲经济足歹的家庭啊，有派迄个家庭辅导员吼，去探因的家庭迄落安尼。所以是国际一个机构嘛？一个文化会的宣教师世界去募钱将这个钱吼想办法摕咧帮助这个家庭安尼。这个机构做甲足大足大了后，台湾后来 CCF 敢若几十年前，迄个教会这边交出来互政府来做，政府来做迄个预算才会济嘛。即摆或者可能社会局吧，社会局在做这种代志啊。如果专名，即摆毋是做 CCF 啦，即摆毋知。我的年代，我拢嘛叫 CCF。就咱某什么家福基金会就款的啦。对，敢若做家福啊，什么迄款的机构啦。但是你若读这个，你迄个时阵无这个机会啦。对啦，所以这是会使思考啦。但我感觉伊描写够足好诶啦。咱来读好啊。安乐家第一章，对古早以来，琴有一款。一好是大诶，着人咬下捌迄个琴调，才会晓得弹。还有一好是长诶，亲像细诶徛图，佮边仔有一支柄，通互人转了就有迄个曲调，所以人拢会晓转，总是，所以伊就是讲，你即马想着琴嘛，你想着迄个像 piano 迄足厉害，人都晓弹嘛。你也会晓迄个，会晓看迄个谱。佫有一款是敢若早前无迄个插电的啦，但是就是用手去转迄发条哦。伊就会叮当就有声走出来。迄个那一个图啊，那一个阿爸安尼啦。伊讲迄款的什么人拢会晓诶，迄个毋免什么技术嘛，你会晓用手机甲转到叮当就会使。伊讲有一支柄啊，那是读柄嘛，一个柄迄个甲转到叮当安尼就会使。所以人拢会晓转，总是定着有四五个若定，袂会出在人诶意思。换别个曲调，所以因为伊迄内底可能有几条歌尔啦，你无可能要咱弹拢有啦。伊可能有些所在在调整啦，所以你转的特别是带一首啦，请。因为安尼生，有时人无别个头路通趁食，有诶将即号琴日带去街路转，互人听。望人听了欢喜淡薄钱互伊。咱即马较罕地安尼吼，咱即马可能是去卖啥物口香糖啊，玉兰花因为伊这是英国，其实我以前细汉去过有呢，但我毋知影伊是遮尔可怜的。但伊讲早前可能人就是安尼趁食啦，请。
呾伫英国行城内有一间客店，是一号关楼，有几若站，所徛起拢是穷苦的人。伫楼梯角的所在，有一间极细的房，内面有一个老人在住，伊的名叫做杜飞，面有带笑容的款式，伫底传琴有音调出来，亲像在讲。我的家就是安乐的家，无通比拼我的家。英国的京城，就是伦敦嘛。对。有一间楼啦，算讲散车人住内底，房间就细间的。有一个老人住内底，伊有一个琴，伊面是看起来笑笑的款，但是应该是足散起来啦。有伊个琴，伊在踮遐转，迄首歌，可能英国人较知本来意思就是安乐的家迄个调啦。所以讲一个真俗世的家，但是甲现实是差足济啦。应该袂使较水啦。总是即个琴调所当的安乐家，无甲即个楼相像，因为即个楼是穷苦的所在，黑暗袂光，自然住伫遐无看我。伫楼里徛起的人，有诶伫破床顶半困半醒，听见即个琴的曲，想起家己的家，也捌享福，但是离开家内，拄着艰苦的境况，到暝深的时阵，灯火得要花，老人腰骨底转琴。因为伊个现实是大家拢穷苦啦，穷苦，就是散起来。有人迄面层拢破，倒来遐要困的时阵，有听到即个真水的音乐。有人可能怀疑，有人会想着讲以前嘛袂歹啦，就感觉更较悲伤啦。这老人就继续转啦，所以伊即嘛甲迄情景拢写出来，就是有音乐，但第一个足散起来的所在，无啥物希望的所在，请那这个主角来讲者，这老人做托灰吗？独灰，孤独的独。独灰英文是 Treffy 啦，所以我看华语翻这卓飞啦。早前那个中国拢会从一个迄个，咱较惯势的迄个姓嘛，叫卓。卓别林的卓啦，卓飞，但咱这是读独灰的。独灰单身孤苦，无亲戚，无亲情，无亲情通靠，无朋友通见，所亲爱的人拢总死了，伊也无心肝通经营趁钱，逐日传琴若定，有时听琴的老太太甲姑娘担保钱互伊，伊将这的钱去买食，以外无别物，心爱的物件通安慰伊，只有传琴是伊一世人所爱的。安尼有足可怜的无？因为伊的老啊嘛无亲情啊，住毋遮倒是讲也无啥物需要啦，无啥物爱的物件，就是身体个会叮当的去迄个街路，若有迄个听了介意的什么老太太啊、姑娘啊，有一寡钱，伊都物件通食。安尼想法足单纯的啦，只是讲嘛有影就无啥物愿望啦，就等于讲伊等去厝诶嘛无代志，嘛是踮遐转啦。这个琴甲伊的会收差不多，所转出来的曲调
是古早诶，囡仔大家听甲野，毋欢喜听，除非想到伊家己，互人看轻，练琴也共款。我感觉这段写就好呢，但是就可怜呢。伊意思讲，因为迄可能伊细汉的时阵买的啦，迄曲即嘛，大概世代爱听无共款，系啊，囡仔看嘛，就感觉无好听就离开啊吧。所以一南仔转啊，大概经过拢无要甲看一嘛，无要听。想起来嘛，情况嘛就悲惨的啦。平日会忍耐得，每时心内却堪袂调，佮拄着一阵的冷风，赶到面会痛，亲像倒在瀉。瀉是痟吗？对，倒敢若咧瀉面的安尼。天气袂歹，更心情佫袂歹。若拄因为所在更佫冷，想起来佫悲伤。伊讲会赶到面，敢若叫倒瀉着。伊的身躯发着练琴的声音，也煞乱去。即句嘛写足好诶。伊讲伊会喘啦，伤冷啊。结果系那声我，转的声出来拢安尼会喘。有淡薄恐怖嘿。全琴的曲调有4款，第1款俄罗上帝，第2土气酒馆人，第3俄罗富贵的人，第4新无安乐家。再解说一下，俄罗上帝这应该听得出来。第2首是土气酒馆人，酒馆人是寡妇，所以第2首是较悲哀，是讲一个寡妇的迄个万公奈，较歹命啊，较歹命啊。第3首是俄勒富贵的人，是讲恁可能好呀，逐项拢有迄个较欢喜的歌。第4首就是安乐家啦，幸福安乐家。第5望会使带入去真属实的家，伫厝啦。即几个曲调都非常爱。是第4条，每日全琴到迄条，就慢慢转，哪转哪欢喜。可惜透风拢无半人要插伊来听伊的琴，只有几个囡仔爱听新的曲调，独非连名也毋捌听过的调。的天气变较冷了啦，伊等下转个大概我冷诶，想要紧离开嘛，几个囡仔来听讲，这敢有别个调啊？问题是倒位嘛，毋捌听过别个调啊，反正就徛喺路顶就冷清诶啦，嘿。刚才拄好拄着一个做田诶妇人人，要入城买米。看见伊有可怜伊，互伊几个钱，到下昏无人去互伊。所以迄天好咧，家在有一个人要去买菜，看足可怜诶，互伊一寡钱啦。无迄天就有影，的脑术啦，嘿。日已经得要暗啦，伊爱要倒转去楼呢，就伫路呢买一块饼。慢慢地行，伊想着旧时买琴的时阵，琴真水，琴的曲调人人都爱听，毋那囡仔学得好，大人也爱。伊即马咧，伊若行咧想讲这琴我早前买的时阵，哇水曲大拢爱听，但是过去啊啦。到倒来楼顶食饼，啉淡薄茶，就流有较爽快，阁想无别个代志，通解新闻，只有摆琴来转。
你想下就可怜的哦。这其实安尼等于草是乞食的感觉呢。但我感觉即马真侪老人嘛差不多吧。只是讲咱即马因为有啥物年金，我想起来嘛足无聊的呀。你有感觉吗？但是毋知听众朋友即马听起来感觉，可能咱老了差不多是安尼。但是伊是更较善食啦，伊可能无本着伊讲着无通食，可以冷甲皮皮搓。咱即马可能是有袂歹的所在通大吧。但是想起来，知当然咱即马是信用的节目啦。我大家叫我感觉讲伊需要信用。我说你有这个感觉无？是啊。嘿，我若讲讲你若去教会，你去相连聚会，你毋是较好吗？大家有伴啊，大家欢喜，大家健康拢来，大家学了上帝。我即马淡薄插入去啊，但是我迄阵大家才讲这有影即个描写诶，你会感觉讲安尼有影足空虚诶，若是比苦尔是空虚啦，需要啥物件，但是即马故事会变啦，而且迄一暝伫传琴，暝若深，家己听即个曲调，爱下家己诶意思，毋管别人学落还是嫌，也毋知伫门外有一个细汉查甫囡仔，名叫 Christy， 爬伫门外顶，按耳孔伫听琴。所以即摆即个老人，反正伊就看即项代志通做嘛。伊嘛毋管别人会嫌伊吵是安怎，伊就家己踮遐转。其实有一个囡仔爬伫边啊，伊讲爬伫门外顶，这样讲淡薄危险。这个囡仔就是讲两个是拢主角啦。是囡仔或者 Christy， 伊嘛淡薄偷听啦。这一个真大诶转变，而且这个囡仔来诶时阵，先到楼诶一站，倒伫破床顶，连听了三地诶琴调，拢无看伊。听到第四地，就自神稳稳啊伫听。所以伊有四条嘛，伊头前三条毋是伊爱，第四条安乐家，这囡仔就爱。伊是毋知有带偷偷走入来底，本来是秘伫楼骹啦，倒伫眠床顶听。第四条就爱伊才爬起来。听到心内袂论定，挡袂牢。嘿对。因为伊忽然想起一项代志，就是几月日前，伊诶老母伫地，到要死诶时，捌倒伫眠床顶，用手摸伊诶面，唱出我诶家就是安乐诶家，无所在通比拼我诶家，声音不止好听，佮讲我要到我诶家就是安乐家，讲煞开就断。所以这个囡仔伊妈妈过身了啦，伊爸爸可能更较早就过身啦，所以就嘛变孤儿，但是伊妈妈要走的时阵，有唱这首歌好听啦，就是伊这个曲，安乐家的曲，这是歌词啦，这个家就是安乐家，安尼有就比惨没有？我讲这个真好笑，过来。所以今仔日伊一个听到这块琴调，亲像伊老母破病得要死在唱的款式，亲像伊的老母伫目睭前。Christy 对伊的老母死了后，变孤苦的囡仔，无人通照顾伊，也无人通帮衬扶持伊。伊的老母伫世间的时，有吩咐伊毋通贫惰。Christy 照伊的老母所吩咐，做事常常在想，讲我伫当时会到安乐家。这个哼听见这个琴，就哪想
哪爱到遐？系啊，这上可怜啦。伊听了迄金条，伊想你妈妈啦。对了，因为早前嘛无什么相片啥，啊，迄可能记忆足深诶啦。只是讲我感觉这嘛真有迄个咱情感度迄个想法来讲，伊妈妈过来讲，伊一定爱鼓励啦，毋当变大啦。伊就记得这样代志。Christy 听到琴诶声，拢煞啦。听见内面有牙琴，看到伫壁里诶声，伊就倒转去，倒伫破床顶伫困，就梦见伊诶老母伫远远伫唱安乐歌，讲我已经到我诶家，无地通比我诶家。这第一章，哇，就有水准诶！伊甲故事规个拢带出来，所以即马就是一个老人，而且基囡仔孤儿，拢无人来照顾家夫妻啦。总是因两个有机会捌着，是因为这音乐的是因为这音乐的关系啦。对，音乐是你描写天堂的啦，安乐家啦，甲念做伙，但是因即马现实是伫一个真无好诶处境。咱来读第二章请。听琴诶囡仔对迄个园就不只爱迄个客店，逐日听伊诶老母所伫唱诶琴调。有一暝，讲伊逐暝拢会走来遮啦。有一暝，迄个琴调摇袂了，忽然煞去。又搁听见内面有跋倒的声，听拢无动静，就撒开门去看，看见内面乌乌暗暗，火炉的火伫要发，好佳在窗仔门顶有月光照入来，照入来吧？照，下门伊读做照无毋对。看见老人跋倒伫涂骹，连迄个琴也倒伫伊身边。哇，这愈写愈惨。所以老人可能老啊人爱跋倒，迄毋通跋倒，迄跋倒就有当代志大条。对啊，那以前嘛无轮椅啊啥。是讲好咧个是加在这囡仔踮遐啦。伊就紧入去看啦。Christy 用手甲伊摸着伊诶手顶叽叽，拍算伊已经死，想要去甲老主讲，老主的厝主啦，迄个管理员，拄要爬起来，独飞有溜溜啊伫叮当，小声伫问是甚物代志，甚物人入来 ？Christy 因讲。阿伯啊，我伫门外听琴，听见你跋倒，赶紧入来看。即马你有较好无？独飞举头四界伫看 ，Christy 就牵伊起来，到眠床，互伊倒咧。又搁问，即马比拄啊？有淡薄较好无？独飞因讲较好淡薄啊，不过是身躯畏寒。我是孤单艰苦的人，年岁阁老，即点爱要困。伊即摆老人讲伊爱困啊啦。迄个 Christy 的陪伊踮遐啦。Christy 也住伫涂骹伫困啦。Christy 也住伫涂骹伫困。对迄碟老人甲囡仔，亲像亲人，因为拢是无瓦靠诶人，逐日独飞出入。Christy 甲伊举琴，也甲伊摒内面，独飞叫囡仔伫楼角困。也叫伊住伫
花路边坐，逐暝通听琴。Christy 若听到第4条，就想到伊诶老母伫要死诶时，甲伊讲诶话。有一暝，还有等下，所以即嘛，因为这跋倒啊，因两个煞变室友啦。其实安尼看起来有淡薄误望啦。就有当有通做伴嘛。就算我要出去家内嘛有做伴啦。伊即嘛老人淡薄专琴嘛，有一个囡仔爱听。想起来这已经袂歹啊啦。我看遮有淡薄安慰，我感觉讲实在是爱有伴较好啦。过来。有一暝 ，Christy 问讲：老阿伯啊，安乐家到底伫倒位？等下哦，无所谓，若囡仔安尼问你，你嘛回答吧。都细汉的时拢嘛，做着老师拢嘛，阮伫悬的所在，咱即嘛看袂到。你来甲囡仔安尼讲，迄穿做啥物款？你要安怎讲？我还未去啊，我去了后才甲恁讲。总是一个真好的极水的所在吧？对啦。你敢会用圣经讲什么黄金啊，什么玛瑙，逐种珠宝？囡仔敢听无吧？真侪糖啊，通食。迄款的描写，在我感觉到后来大汉的时，感觉足奇怪。所以你即嘛？那恁孙仔问你诶，你要讲？讲一个甲上帝迄个三角地的所在，上帝替咱安排。反正是真好诶所在就对啦。啦，真好所，毋免烦恼迄啦。安乐诶所在，无病痛。对啦，你莫用正面表达啦，用迄个负面，无负面诶物件，无负面诶物件啦，无病痛，无艰苦，无歧视，无烦恼，无迄落安尼，袂互看袂起，袂互看袂起，迄款诶所在。个你个甲真侪有疼心诶人做伙。对。好，所以即嘛，这乌古书顶讲呢，安尼哦，乌古书顶讲，你要看足歹描写诶所在，你要用正面表达足迄足歹表达，用负面加一个，甲切掉诶即款诶，对，无好物件拢无。对。安尼哦，冇道理吼。但即位老人要哪回答诶？请。多亏也起头看顶面诶火炉诶焚热，伊抬头看着壁顶有够迄个流水诶焚热，这是破厝啦。就是讲伊要问伊安怎解即样代志，但是伊抬头看是破厝啦。硬讲嘿。多亏也起头看顶面有火炉诶焚热，因讲。这个所在毋是安乐家，系啊，对，毋是遮啦，就像你讲诶，对，绝对毋是像咱即么安尼。Christy 讲，这个毋是，安乐家到底伫什么所在？行了离咱远。伊想讲是毋足远诶所在啦，咱敢有机会通去啦。都会讲，的确有一个较好诶所在，但是连我也毋知。所以这老人嘛讲伊毋知啦。所以这就是我想得一般有影有真强的基督教信仰人写，伊就袂写歪去啦。所以伊即嘛，伊嘛承认讲伊拢毋知这样代志，但是伊有即个误望啦。伊嘛无甲囡仔讲无即个所在，你莫有孝想啊。咱遮就是咱的上尾啊。但是伊嘛袂讲过头，就讲我嘛毋知啦。Christy 讲，我老母捌讲有一个天堂，毋知是安乐家啊，毋是。所以即摆又连起来了。可能因细汉有听过天堂，即首歌或者安乐家，伊妈妈无甲讲天堂就是安乐家啦，安乐家。所以即摆想讲，敢毋是即个意思？多亏袂晓得，因为无人甲伊讲起即号道理。伊一心伫传琴，一心伫想即句话，亲像有深深的意思。这句没有深深的意思呢。无说天堂敢是安乐家啊？应该是啊。你感觉是吧？我想嘛应该是吧。因为即么看这两人在现实不可能。
有啥物机会啊啦。啊，有一个五望诶好诶所在，是咱信用内底有诶。迄应该就是上好诶安乐诶所在嘛。迄一日，独飞骹骨酸软，未行路。Christy 点火了，将所用诶米备办到焦边。独飞毋爱讲话，也毋爱食饭，干那啉一点仔茶就去困。Christy 不知奇怪，到第二日，独飞倒地未起来。Christy 真心事后体贴伊。第三四日也是这个款式，听候到食饭饱，洗面了，搁钱也无啦。所以听起来是这个老人破病啦，无气力啦。啊，这囡仔就认真啊，嘛甲照顾啥啦，但是已经无钱啊。独飞甲 Christy 讲，但要安怎样啊？我到今仔日未会行，也未振动。Christy 讲，我知你实在袂会，总是咱着想办法上街才好。我拍算，我上街赚钱来趁钱，你看会做得阿未？独飞心内无注意，想到这个琴是平素不知爱，要太通互别人摕去。若毋安尼生，要用什么货来食？所以即马就是伊无法度上街去讨食。啊，即马囡仔，这囡仔嘛足巧诶，伊就讲无我来好啊，我在想着足可怜诶。但是这讨伊嘛烦恼啦。一个囡仔啊，迄琴，若甲摕走，伊就当拢无啊。阁想 ，Christy 是谨慎小心诶囡仔，将即个琴交伊，比较别人较妥当。若毋安尼做，一个少年，一个老，要踮楼顶饿死，又搁得想对早起到暗，琴甲囡仔拢无伫目睭前，就慢慢地对 Christy 讲，琴通交代你，总是爱细字，毋通磕着拍歹。Christy 讲，阮当无拍歹诶代志，好好带出去，也的确好好带倒来。伊家己想会担当即项大代志，欢喜到未顾得。所以即马就是老人诶烦恼啦。囡仔可能有影较毋知影迄，其实即马是足危险诶啊！伊就已经是孤儿啊，即老人若佫翘起啊，还是讲伊出去拄着啥物代志，其实反正一个囡仔本来就足危险诶啦。但是伊即马想起来是足欢喜诶，感觉讲伊敢若会使做啥物代志。对，我感觉即个本来写即个人，应该是有去接触过遮囡仔，甲遮个悲苦诶人吧。伊有影写了，真互人感觉敢若有影咧，嘛真互人感动啦。我诶感想是安尼啦，牧师你感觉咧？我真好啊。我著拄一开始讲我无甲读完，因为我读个照讲伤可怜。总是我感觉留咧即个所在，大概思考啦。有一个问题，牧师你感觉这囡仔尾仔个妈妈个拄着吗？以咱的信用来讲，伫咱的信仰内面，咱是感觉讲伫天堂会阁再相会啦。迄个相会情形，咱都拢毋知啊。所以有即个期待是，对啦，会使继续想即个期待嘛？你袂甲讲
啊，你妈妈已经走啊，你免个想伊啊。但是会使不时孝念妈妈吧？应该不是一个真好的。对了。所以我感觉伊真嘛有在讲像咱姓歌啊，可能是你厝诶祖先爱得爱吟的姓氏啦。啊，你到你吟的时阵去思念嘛，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啦。对啊，我毋知补充一下，好你家在咱有后一集，所以你若感觉无啥物愿望，搁后一集。我说你有要补充的吗？这音乐是真正实在是一个真好，通过拍破时间空间吼，互相拢会当安尼互相笑脸那些安怎吼。我像讲我阿嬷迄个时阵最爱吟的诗歌吼，我即嘛有当吟的诗嘛，家己吟甲足感动啊。因为迄个有迄个时阵第一代信徒吼，迄款互阮阿公欺负的迄款的故事吼，想起来拢。你讲你阿嬷家己先信，对，你阿公那尾仔才信。阮阿公尾仔是听阮遐阿姑讲应该有信。安尼哦。伊可能新主牌这无法度我毋知，我阿嬷是伫迄个年代1920几年，迄是足勇敢的女性啊咧。所以扫出门啊，要信耶稣，规个拢甲出去。有这段哦。伊细汉伊无你听得到。无，我拢无看过伊。安尼。我对我的四姑。我第四个阿哥听伊的故事。但是你就知影，伊爱吟说代志秀就对。所以嘛是安尼念做伙。我是感觉这音乐不是实在是足大困难啊。对啊，伊这囡仔嘛是因为为着要听迄首诗歌，伊才去拄着这老人嘛。对啊，这。所以姓氏我是一直感觉讲是足好的物件吼，毋通甲拍无去，拍歹去。比迄个其他的什么民谣啦，什么遐个歌拢加足好诶。咱早前个台语拢看了足好诶。对啊，迄足文啊，歌词嘛拢看甲足好诶啊。我毋知有即段，我较无这困扰，我是规家族第一个去做大，但是因为我自细汉的，大家拢无法度管我，所以我算足自在。等于无事嘛这段，有啊，系啊，好啊，反正这毋知你听了有啥物想法，是讲你有想到啥物代志无？你若感觉就悲惨诶听后一集有别个想法。去解说这样代志啦，好啊，咱想要来读金句，听无书。今仔日的金句，咱来看哥林多后书13章13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主爱、圣神的团契，甲恁大家同在。我搁读一摆吼，哥林多后书13章13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主爱、圣神的团契，甲恁大家同在。